黃金的來源和形成過程，黃金是怎麼來的呢？這個問題可能讓很多人都感到好奇。其實黃金的來源和形成過程比你想象的還要神奇和壯觀。首先，我們要知道黃金是一種重元素，它的原子序數是79，也就是說，它的原子核裏有79個質子。要形成這樣一個原子核，需要非常強大的能量和溫度，普通的化學反應或者核聚變都做不到。那麼，黃金是在哪裏形成的呢？答案是在恆星爆炸或者中子星碰撞的時候。恆星爆炸或者中子星碰撞是宇宙中最激烈的現象之一。在這些事件中，會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的中子，這些中子會被其他元素的原子核捕獲，從而形成更重的元素。這個過程叫做快速中子俘獲過程，或者 R 過程。黃金就是在 R 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元素。那麼，這些形成了黃金的恆星爆炸或者中子星碰撞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呢？答案是在太陽系形成之前，也就是說，地球上的黃金都是來自於太陽系以外的地方，它們是由一些古老的行星遺留下來的碎片。當太陽系形成時，這些碎片被引力聚集起來，形成了行星和小行星，地球就是其中之一。由於地球剛形成時處於熔融狀態，黃金等重元素都沉入了地球的核心。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事情，我們可能永遠也看不到地球上的黃金了。幸運的是，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？答案是小行星撞擊。在地球形成後的幾億年裏，小行星不斷地撞擊地球表面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坑和火山噴發。這些撞擊不僅給地球帶來了水和生命的起源，還給地球帶來了更多的黃金。一方面，一些小行星本身就含有黃金等重元素；另一方面，一些撞擊也使得地球內部的黃金被拋出到地殼和地幔中。這樣一來，地球上就有了可以開採和利用的黃金。但是，並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黃金。黃金在地殼和地幔中分布不均勻，需要特定的地質條件才能形成富含黃金的礦床。